国际消息来看，美国总统 Trump 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底是要伫咧南韩举行高峰会。也那双方的代表将已经先伫咧马来西亚针对中国稀土出口的限制，也佮有买美国黄豆的代志来达成共识。另外，美国总统 Trump 嘛将有可能伫咧明年新车进前访问中国。就伫美国总统川普伫马来西亚出席吉隆坡东协峰会，也是为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参授会铺路的时，伫南美中贸易谈判有重大的进展。100% tariffs if the Chinese impose their rare earth global export controls. So I think we have averted that, so that the tariffs will be averted. 就双方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了深入、坦诚的讨论和交流，比如双方各有关注的出口管制议题、对等关税进一步更长时间展期问题，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，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。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规范，中国同意稀土出口管制暂缓1年，同时也伫未来几年内开放大规模买美国大豆。东协峰会是川普高伫亚洲行的第一站，会后川普口气乐观地表示，会甲中国达成协议。即摆伫吉隆坡进行的美中第5轮贸易谈判，美国也有贸易代表格里尔，中国方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波领军。即摆协议规范的达成，代表两国当咧努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。背心调也透露，川普真可能伫明年中国农历年进前到北京会见习近平。习近平主席也有回访华府的计划，有计是伫明年秋季。据团体峰会进前，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。